上庭追討女女生活費，江希文、胡漢清齊齊封嘴啊！今年1月爆感情糾紛，江希文同資深大律師被揭發當時已經分咗手2個月，雙方繼而互數不是，亦都就住歲幾女女 Natalie 嘅撫養權同埋生活費嘅事宜入稟家事法庭吧。尋日喺灣仔法院正式開庭啦，同女女仍然住喺胡漢清名下山頂沙宣道大宅嘅江希文，朝早9點幾現身，但胡漢清就未見蹤影。阿 Liz 會唔會係關於呢個訴訟贍養費嘅問題嚟上庭嘅？咁而家嘅生活點樣啊？你自己係咪暫時都唔可以透露任何意見出嚟？嗯哼。就算默然不語，我都深深記住。雖然未有回應有關官司嘅問題啊，不過江希文呢就表現得好輕鬆吧。據知因為案件喺家事法庭度審議，所以唔會公開聆訊。而尋日就應該係就住案件作出行政上嘅程序安排，未到雙方律師表證論辯。尋日我哋亦都打過俾胡漢清嘅朋友了解噶啦，但佢就話已經進入咗司法程序，案件未審完，唔方便評論啊。